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个人提案，要全部台独补助公司的23亿预算，引起各界的反弹。今天有影视工作者去立法院表达不满，国民党团嘛强调讲，将开会沟通协商了后，提案会修改哦，要改做台减1/1，2300万的预算。只有你在那边用意识形态在毁掉我们的公共电视。民进党7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立委。因为不满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个人提案，要甲公司23亿的预算拢总裁掉，所以陪同包括王小台等等几个的导演、编剧、甲影视工作者去立法院表达因的心声。不过陈玉珍雄雄出现，双边就安尼起配面，一句来一句去。你到杨立洲导演的脸书来问我们参与的，然后要我们公开我们的名单。你们都公开？不好意思啊。我也是里面其中一员，我叫陈世杰，好，请记住了，你的组织还没过来，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搞什么组织？大中国那边的组织，意识形态。我要为3预算而3预算，请你用心来了解我们这个影视行业好不好？我们影视行业现在是一个寒冬，很有可能2年后就泡沫化了。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爽，我没有说是蓝绿。这个提案引发影视界、文化界甲学界人士的反弹。导演杨立洲甲杨家德等人讲，要投入制作大版面宣传的影片。也若国民党团16开会协商沟通，尾也整合几个委员的意见了后，决定把提案修改做台1/1，也就是台2300万的预算。在预算程序上，我们本来就会去整合不同委员的相关的提案，然后做出最后的结果。那么我们会把公示的23亿的补助预算删除1%，而且即使到现在为止，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表决，我们对于相关的预算都仍然有修正的可能。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，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？然后民意代表难道不用监督预算吗？我认为我做对的事情。针对公司的预算，民众党团强调讲，因并无提案要全部裁掉，嘛无支持相关的提案，干那针对台湾 Plus 的预算提出冻结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